1年前我喺書台寫低最後呢一行字嗰陣，都冇諗過呢本書這幅畫比你更懂你自己會行到今日，諗都冇諗過我本書竟然成為香港公共圖書館心理學系館藏。原來世上最神奇嘅魔法就係當你好認真對待你自己熱愛嘅事情嘅時候，就會有人暗中幫你鋪路。有一日我突然收到一位圖書館職員嘅電話，佢話有人推薦我本書成為香港圖書館嘅館藏。就係咁，我將我本書交咗俾圖書館做咗3重嘅審批，終於喺圖書館上架啦。我想同睇緊片嘅你講，你嘅夢想而家可能好似好傻，但係記住，所有被看見嘅偉大都係由唔理咁多，試下先開始。比成功更重要嘅係，你仲敢唔敢為自己奇怪嘅熱愛堅持落去呢？